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圖書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原則。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投資書，仲係一本關於人生同工作嘅決策指南。想知點樣用原則改變人生？咁就記得聽到尾啦。呢本書嘅作者 Ray Dalio 係全球最大對沖基金 Bridgewater 橋水基金嘅創辦人，亦都係華爾街嘅傳奇人物，管理上千億嘅美元資產。佢用一套獨特嘅管理同決策方法，令自己公司成為全球最大、最成功嘅對沖基金之一。佢認為成功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清晰嘅原則。佢將自己一生學到嘅經驗同埋教訓整理成一套原則，同大家分享。呢本書會分成3個部分：第一係作者嘅人生故事，第二係人生原則，第3係工作原則。咩係原則啊？簡單講，原則就係我哋做事嘅準則，好似人生地圖，幫我哋喺選擇時唔會迷失方向。作者強調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原則，幫自己做出最好嘅決定。核心理念就係極度真實同埋極度透明。極度真實就係誠實面對現實，唔自我欺騙，譬如承認自己嘅缺點，而唔係掩蓋佢。而極度透明就係將自己嘅想法攤開俾大家討論。喺橋水基金裏邊，佢哋有一個點評文化，每個員工都可以互相俾反饋，甚至可以批評老闆，咁樣可以令錯誤減少，決策更加好。喺人生原則方面，作者亦都俾咗好多實用嘅建議。第一，接受現實並且應對佢，例如遇到市場崩盤嘅時候，唔好抱怨，要即時冷靜分析，之後制定計劃。第二，用5步流程實現目標，包括設定目標、發現問題、診斷問題、設計方案，然後執行，就好似一個人生 GPS， 幫你一步步咁走向成功。第三，擁抱錯誤。作者亦都曾經試過因為錯誤投資而令到自己損失慘重，但佢從失敗當中學習，最後東山再起。工作原則亦係書嘅重頭戲，特別適合想提升團隊效率嘅人。作者提倡建立創意擇優嘅文化，意思係最好嘅想法就勝出，唔會理會係邊一個提出。第二，系統化決策，用數據同埋原則嚟做決定，而唔係靠直覺或者情緒。例如橋水基金裏邊有個投資機器，佢將原則寫成程式，幫佢哋分析市場，用原則驅動決策。第三係重視多元觀點，因為唔同意見可以幫你睇到真相，避免盲點。所謂真理係越辯越明㗎嘛。咁點樣制定自己嘅原則啊？作者建議我哋應該要從自己嘅經驗中總結規律，不論成功或者失敗都要反思，然後總結起來，隨時優化，並且喺日常生活中實踐，等原則成為我哋做決策嘅依據。重點係痛苦加反思等於進步，將痛苦視為學習嘅機會，通過深入反思揾到解決方法，並了解自身嘅局限。總結一下，原則呢本書教我哋要用真實同埋透明嘅原則去坦誠溝通，解決問題。不論係5步流程定係創意擇優，都可以令我哋更加清晰自己嘅目標，用系統化嘅方法去面對人生同工作。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，呢本書內容比較紮實，篇幅較長，有啲章節理論性較重。對於冇管理經驗或者投資背景嘅讀者嚟講，可能要花啲心思去消化，所以易讀程度我會俾3.5粒星。呢本書實用性高，不論喺個人成長定職場管理上邊都用得着，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4星誠意推介原則。如果你想喺學業同埋職場上脫穎而出，試下用原則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。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圖書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埋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圖書嘅 Podcast。如果你中意我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同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